今日这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继续希伯来书的共读。今日早起，咱要来请秀玲姐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早。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着众人的罪，钉死伫个十字架顶，通过一遍的献祭，互圣化归主的人永远完成。基督的牺牲，互人的罪得到洁净。阮要敬拜俄罗主的名，求圣神帮助兄弟有教业的智慧甲耐心，对待无信的人，可能是阮的父母、翁婿、阮的囝儿。求主赦免因毋捌你的罪，显出你奇妙不变的疼，帮助因无过硬心，愿意拍开心内的窗，邀请主耶稣基督做因性命的主宰，保护因，亲像保护目睭人，也看因伫你的实下。上帝啊，阮求叫你，因为你会应允阮，求你拍耳孔听阮的祈祷。阮要持守坚定的信心到落尾，亲信应允阮的上帝可靠信实。以马内利的上帝是阮幸福的源头，献上阮的祈祷甲感恩，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阿门。而且咱煞接要来请忠义长老带咱读今日圣经节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4节读到第7节。大家早，咱来读第11章第4节。对神阿伯比该因献搁较好的祭物予上帝。对这个神，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接纳伊的祭物。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神，伊还伫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搁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予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予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酬。对神，挪亚对也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搁根据这个神，伊成做义的继承人。以上。好，感谢咱伫希伯来书已经读到第11章，嘛已经将头前的困难的部分，咱会当安尼一点点渐渐来消化。对11章，来讲起着信心的见证，特别咱所提起头前这3节。是一个简单明了，但是也互咱真爱需要深深来思考。就是这个11章安怎开始，就是伊个10章的后壁面，在强调的，就是遮信徒，因有遮希伯来书的这个信徒，因过去就受到遮苦难，受到遮虐待，甚至搬家，甚至物件互人抢去，但是因也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因为更较水的囝伫天顶，所以伊无为着地上的损失来失去勇气。然后因也是这互因的信心来得到救，就是用这个哈巴谷甲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来激励因的信心，因的勇气是因上介大的报赏。咱看这个11章的头前3节，神是对所愿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安尼看袂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所以虽讲只有3节，但是咱才会将这3节来甲伊分析，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代表信心有一个功能，就是咧确认。所愿望的代志的实体，这个实体其实伊咧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咱无需要叫耶稣搁出世一届，叫耶稣搁定死一届，叫耶稣搁上天一摆，咱才会当信伊，
是咱通过信心这个信心安怎来是对上帝的话来，所以因为上帝的话带予咱的人有这种的信心的回应。然后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信心伊也在认定、在证明、在证实。迄个目睭虽然目睭看袂到，但是咱知影伊有完伫地，所以伊有一个 assurance 甲 conviction 信心伊有这个功能。然后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还未发生就把握，但是甲未见之事的比较，就是还未看见，但是已经相信。所以伊会当有把握，是因为上帝话来认捌上帝；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因为上帝应允，伊伫遮听候上帝。所以伊知影认捌上帝，知影上帝要互这个代志来发生，听候上帝，知影上帝要来完成，伊这代志已经发生啊，但是还未到落尾，还未成就，所以上帝要互伊来成就。所以认捌上帝就是爱提出信心，所望之事的信心就是爱拿出信心，期待这代志发生。未见之事的确据讲，他知道他已经发生，但是要拿出信心，等候这事的完成。所以这个是向过去来看，这是向后边来看。伫古早这是对照1章希伯来书的第1章，古早上帝就最向历祖讲话，讲到上帝的本体的真相是一个荣耀的光辉，这拢是古人所望之事。但是呢，末世上帝借他儿子向我们说话，用大人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就是互咱知影这个代志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未完成，所以 already but not yet， 上帝已经互耶稣 already 已经来了，但是耶稣还未来，所以耶稣已经来，但是第二摆还未来，这东西要用信心来给它看起来。所以第二章讲古人赢得上帝的赞许，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所以互咱知影信心是获得上帝媒介的奖赏的媒介。人若有正确的信心，就会行伫正确的道路。所以古人就是在先人前辈长辈，因家己就是上介好的证明，只要有信心就会走到正确的路上。没有信心呢，张武共像10个探子，他们一开始就错了，错在不是他们说错话，是在于他们错了信心，所以信心错就步步错。第3节讲，由于信心，我们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所以正确的信心，互人知影宇宙万物的起头是对的起头。所以咱连这个宇宙万物是上帝起头，咱拢无法度相信，安尼咱的信心就有不准确，我们的信心就会有瑕疵，会有问题，后面怎么做都会有出现问题，对上帝这个信用有问题。所以万物的起头安怎开始呢？是对上帝话来开始，所以咱有这个正确的信心，咱对上帝嘴所讲的每一句话，咱都会 conviction。咱都会 assurance， 咱都有把握，嘛会当确实认定正确的信心是对上帝话来认捌整个宇宙。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认知，阿们这个事情第3节，咱有同意，安尼咱的信用会就简单的。咱若是一开始咱就像这个对上这个世界安怎来，咱就是怀疑啦、不信啊，咱就是要除非证明才要信啊，安尼咱的信用就会充满了，路上就会充满各种的荆棘啊。第3节的后面讲到，这样那看得见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所以爱知影这个真理就是信有上帝话，才有整个这个宇宙，信有上帝话，这个宇宙世间万物才安尼才出来，所以。咱要讲，先有看不见的，就是先有看不见的上帝的话，先有看不见的上帝，先有看不见的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才有看得见的，要有光就有光。我们连这个光我们也不一定看得见，然后水要分开，然后要有天空和陆地要分开，然后要有这个大的管奏、小的管叶。肯定才看得到，拢是因为上帝先讲才有，所以结论就是相信看不见的比相信那看得见的更重要。所以
我们的信心其实要回到一个建立在那个看不见、不会被看见的所左右、所移动、所摇晃的信心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实体所以这是昨天很重要的所以信心是什么？对所不满的代志有把握，对袂当看到的代志会当肯定，这就是信心。很简单的解说，信心做什么？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能够知道宇宙借着上帝的话造成，能够明白看得见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所以咱们经过信心，对所不满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这是咱110到30，然后对40开始落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要讲到历代信徒信心榜样。我们会看到16个名字，但是他只要介绍10个人，所以后面6个呢是只有讲到名，没有讲到事。但是因为每一个都很重要所以这16个呢，其实就是这10个，我们就是分还有6天来介绍。今日带先来看到的3个4节到7节。按照分类呢，它是属于在大洪水之前就是远祖上古时期就是因为远祖原来更古老的祖先那在亚伯拉罕叫做族长时期族长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希伯来这个民族的族长但是呢，在这个亚伯拉罕近几呢可以分为这个远祖。就是遥远的始祖讲到3个人就是这个阿伯、伊诺跟拿阿亚伯、以诺、挪亚因3个都是用信心。阿伯亚伯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获得了赞许为义人。神亲自悦纳他的礼物所以在和合本的翻译说。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得了称义的见证也原文就说亚伯向上帝证明就是这个 conviction 就是这个证实他是一个义人。但是这个义人呢我们已经解释很多次，义人不是在强调这个他的这个人的品格这个人有安怎，强调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 righteousness right 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就叫做义人所以这个义人是在指人跟上帝的关系怎么被上帝称赞赞许所以他献了什么礼物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所以而且呢第4节的后面说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和合本的意思解释出来以后我们再听到这一节的时候才不会又被这个和合本的字义又搞混了。指他礼物做了见证，借着为上帝的供物作证。亚伯怎么成为义人，就是借着他的奉献，所以上帝是借着悦纳亚伯的祭物来称许亚伯是义人。在亚伯该隐还没有献祭以前，还没有奉献以前上帝看该隐，也上帝也看亚伯但是到他们奉献给上帝的那一天，上帝就做了一个肯定做了一个接纳也做了一个不接纳。所以这个是他们为什么要献祭。那献祭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他们献的是代表他们的信心。5节6节以诺和上帝接去在第5节的第前面和本第5节的中间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只是他不是说只是，是说因为在以诺被上帝接去以前那现在和合本圣经都已经把这个指示改成因为了所以没有和合本这个指示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他先被接去，所以上帝已经先喜悦这个人。所以第6节11章6节是我们今天的金句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他，好，他就是上帝，信他赏赐那寻求上帝的人。好，意思就是说，相信上帝对寻求他的人是支付工资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读出这个意思，要从原文里面来看。就是说我为什么为你吃头路，给你做工课，因为我知道你到月底的时候，你会付薪水给我。所以虽然这30天当中，我没有拿到薪水，但是我相信，我做完之后你就给我薪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所以相信上帝也是这样，我就为上帝来做工，为上帝来做这的事情，我来付出给上帝，做上帝的工人，因为我知道最后上帝他会配我，上帝他会付薪水给我。所以就是讲，上帝对遐努力找求伊、明白伊、亲近伊的人，上帝拢会互因用上帝家己讲的赏赐，上帝最后会给你酬劳报酬。所以做工的得工匠，这句话是可信的，不是只做工，而是信心本身就是这个功能。信心让我们知道，老板他会付钱，老板他会照他所说的，他会把该给的就给我们。从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这样，亚伯是这样，以诺是这样，挪亚也是这样。11章的7节，挪亚呢，他在第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什么是他未见的事呢？就是他还没有看见的事情。那还没有看见什么呢？就是一艘大船。上帝指示那爱为做一架大船，这架船伊根本一世人就不捌看过。除了大船还有什么呢？下雨、落雨这件事，在那那个时代，他活到了600岁、50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他一辈子都没有看过下雨。到他600岁的时候，下雨那一天，他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下雨。所以我们会回去看创世纪，上帝没有创造下雨，下雨是为了审判，为了上帝执行公义才有这个事情。但是落雨在咱今日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古早上帝设计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下雨这个选项。那时候是怎么？上帝是用地上的雾气、水气，来滋润地上的这些的植物和作物。所以当然我大过林口，大过这个台地的，咱就知道说这个雾气呢，水气呢，可以都不下雨，但是透过这些雾气、水气，这些地上的作物还是可以活。像我在台中大肚山上，以前那边不会，现在也是不容易下雨，但是呢，它有雾气、水气，不是可以种地瓜、种花生，还可以种甘蔗，所以上帝的设计这样好，但是那还得看见大船，还得看见家的雨水，但是呢，他就开始做，而且一做就是100年，从500岁做到600岁，从1个人做到8个人，一家8口，他的老婆3个儿子3个媳妇都跟着做。所以他在为上帝预备了一只方舟。这个预备的意思就是建造。所以这个我们的和合本所有的圣经修订版都已经没有那个预备那个字了，所以我们读和合本有时候真的会很辛苦，因为很多字是已经跑掉它原来的意思了。好，所以咱来看创世纪这个第4章第4章在讲到这个该问跟阿伯所以亚当夏娃同房之后，那个同房就是认识，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一个更深好的这个关系呢，她就怀孕生了该隐，然后呢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亚伯是牧羊，该隐是耕地。后来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在没有做这个奉献以前呢，上帝都没有说什么。亚伯呢，第4章4节，亚伯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肪献上。
所以差别在哪里呢？不是差别说一个献素的，一个献荤的，差别在于亚伯他做了羊群中头生的，头前生的就是长子啊，他把最好的先奉献出来。该隐呢是拿出产的，他也不知道，反正可能很多包山包海，所以后面就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所以上帝不是看重供物，是看重亚伯。为什么看重亚伯？是看重亚伯他的心意。为什么看重亚伯的心意？是因为亚伯里面的那个心意里面的信心啊，上帝看重了这个信心，所以就看重了他的供物，却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什么？因为该隐他是拿土产没有错，可是呢，他没有像亚伯这样的信心。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就伤害，伤害就造成了悲剧的发生。后面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但是呢，希伯来书有提到，这个亚伯虽然死了，第四节第四节的后面，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在说话。所以亚伯呢，在圣经当中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死了，反而该隐后面还有回答，跟上帝的对话。可是呢，亚伯没有说话，可是他死了之后，他的血就在向上帝呼求。所以创世纪第4章第10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弟弟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嚎。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虽然死了，就是他死的不明不白，冤屈，可是这个血呢，仍然会向上帝哀嚎。所以我们常常在看一些什么警察办案啊，会被托梦啊，这个也是有圣经的根据啊，这也是有圣经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上帝是公义的，因为血代表生命，上帝看重每一个生命啊。第二个讲到的是伊诺呢，伊随梦和上帝接去，第5章。伊诺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第5章的地方。第5章讲到亚当第一代，然后该隐不是第二代，亚伯也不是第二代，因为他们都被上帝判了一个死刑。亚伯是被杀死，该隐是被判死刑，所以第二代是赛特。到了以诺是第7代，第7代啊。以诺吃到65岁，就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呢，与神同行300年，同行就是跟上帝做伙行300年。那到底什么叫做与神同行？那就是指的说跟上帝是同一条路的，他没有跟上帝唱反调，意思就是说他亲近上帝，上帝就来亲近他，然后两个这样互相就变成在同一条路上面。所以以诺呢，他怎么亲近上帝创世纪没有说很多，但是倒是在希伯来书呢讲了不少。以诺没经验死，但是上帝就给他认定，给他牵线去到遐，就让他从地上的同行，地上走了300年，到后来直接去到天上跟上帝一起走。所以在圣经当中只有2个人没有死，就直接去了上帝那边，一个就是以诺，一个是谁呢？先知以利亚。这2个人都没经验就死，但是耶稣都有经历死只有圣经看到这2个人。但是呢，他要强调是说被接纳以前第5章，以诺受牵线以前已经给上帝认定接纳，所以重点不是看他的结果，重点是要看他的前面，以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与神同行。所以第6章讲，无信就袂当给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就信上帝有存在所以到神面前就是以诺与神同行，他就是来到上帝面头前，就是雅各书第4章第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就是让爱来用信心来挖滚上帝。除了亲近之外，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各爱信上帝为求伊的人得到报赏，
上帝会按照他所说的来发薪水，讲的比较通俗白话，但是他不是那么粗俗的，是讲上帝会赏赐找求伊，也是亲近伊的人。所以为什么咱早起要做伙来共读？为什么咱爱用时间？因为咱拢有一个信心，相信咱若来亲近上帝，上帝今仔日就要来亲近咱。咱若来信靠上帝，就算讲上帝今日无报赏咱，但是伫明仔载、伫后日、伫后个月、甚至到伫天顶，上帝有望会甲咱报赏。这是以诺，以啊，过去我会读做以诺，以诺，但是我看白话里写以诺 ，LOK 啊，的音短音以诺，所以以诺呢，伊较亲近上帝啊。过来第三是那阿，第70，那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这个是不是讲奉劝，是警告？所以有听上帝警告，所以这个警告是啥物呢？上帝要来审判，所以这个对创世纪的第6章第6章以后呢，迄是从该阮的后代。甲这个赛特的后代，然后呢，人就开始追起来。但是呢，上帝这囝呢，看到人的查某囝呢，这个我们不花时间来解释。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在该水就久的。上帝囝甲人的囝呢，伫遮交叉做伙时阵呢，人对上帝信心就受影响，所以上帝就悲伤遗憾，上帝想要将遮的所有拢要除灭。上帝才在创世纪第1章创造了第6天的东西呢。上帝讲第6天创造了，他都不要了，因为上帝为因感觉心内的艰苦，和本翻成后悔，应该是翻成忧伤。但是只有那是一个义人，所以个圣经第一次讲到了义人呢，就是从挪亚开始啊。那呢，伊是迄个时代完全的人，伊甲上帝同行，所以这个字又出现了。从以诺出现与神同行之后呢，在挪亚又再次出现，那有3个囝，所以后面的故事我就省略了。所以那伊就得到上帝后也指示，虽然他没有看见什么是船，没有看见什么是雨水，但是因为这个信心，他跟与神同行的经验，他跟上帝同行的时间比以诺更久，讲到500岁，伊都一直在跟亲近上帝。一直在挖滚上帝，所以上帝就指示伊，嘛是警告伊，甚至上帝佫甲伊立约，这也是圣经第一次上帝主动跟人立约啊。所以上帝跟挪亚立的约就是进入方舟就要得救啊。这个救呢，就是可以预表上帝要给人救恩了。所以第70，那就这个敬畏的心，就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所以挪亚反而成了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审判官就是你们要悔改，要相信神，不然审判就要来了他说的话是真的，但是没有人相信，最后相信的也只有另外7个人，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人其他人没有人相信，所以没有相信的就在门外面所以今日这段的信经节咱看到前面。这个因着信由于信心，是整个充满在11章到处都有这个因着信，就是由于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信心带来上帝的喜悦用亚伯做例子他怎么样赢得上帝的喜悦呢？就是他先有信心就奉献上帝就喜悦虽然后面他死了，可是他的血还在说话所以虽然死了还借着这个血为什么能够说话呢？因为他还是一个有信心，所以连他的血都充满了信心第二，信心咱知影上帝要报赏，上帝要付工钱所有亲近伊的人，以诺最累，以诺上帝接落去天顶以前，伊是真伫地上用信心亲近上帝所以伊当到上帝遐，所以伊是用信心甲上帝三角行伊嘛相信上帝伫遐。第三个那伊这个信心会当救人甲救人的全家
那还未看到的代志，伊就先听上帝警告来做一只船，甚至佫劝人来悔改。所以伊嘛诚做迄个世代的审判师，伊就来判迄个世代的人，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其实不是行为，而是他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总是那伊嘛因为信，诚做头一个圣经头一个，互上帝称做义的人，这个义就是伊甲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所以信心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信心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信心会当互咱全家得到救恩。信上帝欢喜阿伯的信心，所以阿伯虽亡死但是这个信心伫上帝面前也在讲话，信心会当得到上帝保守，所以上帝也学了以诺的信心啦，所以以诺伊会当这个打错字，不是以诺，伊诺伊会当袂死，是上帝就甲伊来接替，信心会当救全家。上帝肯定的是哪的信心，哪听上帝警告，所以全家就来得到救。今日经过第60，人没有信心，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上帝要报赏寻求他的人。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要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啊。所以愿咱拢会当通过今日这3个人物，咱搁回去看创世纪的对第3章、4章、5章、6章，爱读到第9章，安尼咱就会当过来将这个因为什么做这个代志，再回去读创世纪，你会读到更多的东西。咱就会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看见阿伯伊安怎用信心来奉献，也互阮来思考。阮每一摆奉献，是毋是真正对心内底甘心乐意？是毋是有来表示出阮对上帝你的敬畏？也阮每一摆做上帝工，阮是毋是亲像共款？阮相信上帝你所讲的的确会成。愿上帝帮助阮，阮特别是这个礼拜，阮所有服侍，阮所有奉献，阮有一个信心的功课，用信心来操练，用信心来甲上帝亲近，阮会当亲像伊咯，阮会当甲主做伙行，亲近主你也要亲近阮。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大家平安，祝福大家。谢谢他们，谢谢，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大家好，